事實上，專家發現秦軍嘅兵器製造得相當精緻嘅。喺青銅劍上面有3條90幾厘米長嘅綾線，將細長嘅劍身分成8個面，用手工完成咁樣嘅表面，咁佢嘅加工難度呢係相當之高嘅。呢支戈嘅圓弧部分加工得非常整齊，而箭頭上面3個流線型嘅表面亦都完全對稱嘅。不過最令專家諗唔通嘅就係，如果只係某啲天才工匠製造出幾件咁樣嘅兵器都有可能啦，但係要製造出好似兵馬俑坑裏面幾萬件兵器都有同樣質量嘅話呢，就令人匪夷所思啦。根據司馬遷記載，秦軍嘅數量超過100萬，而且高度專業化，配備複雜嘅武器系統。喺差唔多同一時期嘅歐洲，亞歷山大嘅軍隊只係5萬人左右，甚至最強盛時期嘅羅馬軍團亦都只不過係幾十萬人。咁所以要為一支100萬嘅軍隊提供兵器係一個重大嘅任務。喺10年嘅統一戰爭裏面，相信秦國嘅兵工廠係全世界最忙嘅地方。啲工人呢要日以繼夜咁去製造兵器，但係問題係佢哋要點樣先可以保證到兵器嘅標準，亦都可以大量生產呢？喺兵馬俑坑裏面嘅兵器，研究人員發現到兵器上面刻咗一啲文字，呢啲文字同今日嘅漢字好相似㗎，而且多數係人名，其中出現次數最多嘅係上邦呂不韋。《呂氏春秋》係秦國最重要嘅一本歷史文獻，編撰呢本文獻嘅就係呂不韋。呂不韋係當時秦國嘅丞相，相當於今日嘅國家總理。《呂氏春秋》上面所講嘅物勒功名，意思就係器物嘅製造者要將自己嘅名刻喺上邊。對於歷史學家嚟講，呢啲睇嚟好普通嘅文字，隱約透露咗秦國軍事工業嘅管理機密。呂不韋作為內閣總理，係兵器生產嘅最高監管人。喺佢之下呢，係公司，即係每個兵工廠嘅廠長。而監製呢支戈嘅廠長叫做輯，喺廠長之下嘅叫做丞，職位呢等同於主任。而呢個主任嘅名就叫做義。至於親手製造呢支戈嘅人呢，係一個叫丞嘅工匠。專家跟住推斷啦，秦國嘅軍工管理制度應該分為4級㗎，由上邦、公司、丞去到一個個嘅工匠，每一層都有人負責㗎。任何一個質量嘅問題都可以由兵器上面嘅名去追查到由邊個負責。不過關於佢管理嘅細節呢，我哋已經冇辦法知道。咁但係秦國法律對失職人嘅懲罰呢係非常之嚴苛㗎。而呢啲就係物勒功名嘅意思。喺兵器上面所刻嘅青銅銘文，同時間亦都可以幫我哋了解到喺兵器背後一個個普通人嘅命運。好似呢個叫輯嘅人，做咗好多年兵工廠嘅廠長，佢每日都需要監察住兵器嘅生產，仲要直接向丞相呂不韋負責。所以如果兵器嘅質量有問題，按照秦國嘅法律呢，廠長會首先受到處分。亦都因為咁啊，輯為咗自己同埋一家大細，一定要盡忠職守。就咁睇嚟，秦國咁多嘅兵工廠能夠按照統一嘅標準，大量製造高質量嘅兵器，金字塔式嘅4級管理制度，似乎就係根本嘅保證。再加上當時嘅秦人仍然未掌握到鐵嘅冶煉技術，
呢個亦都解答到點解秦國棄用鐵兵器而選用青銅兵器嘅疑問。所以秦呢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係由青銅兵器打造出嚟㗎。喺2000幾年前，秦人將青銅嘅性能發展到極限。咁而喺千軍萬馬嘅統一戰爭裏面，強大嘅秦軍究竟係點樣用青銅兵器去作戰嘅呢？似乎呢次由遠古而嚟嘅軍團依然有好多未解之謎。喺趙國一個叫長平嘅地方，秦趙兩國就曾經喺度集結咗百幾萬軍隊，爆發咗一場古代戰爭史上最大嘅一場戰役。而呢次嘅戰役亦都決定咗日後戰國時代嘅政治格局。喺今日山西省高平縣呢個山谷，就係當年秦趙兩國爆發戰爭嘅地方。好多人有興趣知道秦軍當時係點樣勇猛作戰嘅。今日嘅軍事專家就係根據兵馬俑嚟推測呢隊軍隊係點樣作戰，同埋點解令敵人聞風喪膽。我哋可以睇到喺兵馬俑裏面嘅主力部隊最前方企咗3排戰士，佢哋唔係用弓箭做武器㗎，而係咧使用比弓更加先進嘅弩去攻擊趙軍。呢啲手上攞住弩嘅士兵分為3排，當第一排射擊嘅時候，後邊2排呢就準備拉弦上箭。就係咁，3排老兵可以一排接一排咁連續射擊。呢種密集式射擊嘅殺傷力可以話係最致命嘅攻擊。喺兵馬俑博物館裏面，第2個被發現嘅俑坑，到而家仍然覆蓋住厚厚嘅黃土㗎。但係經過電腦技術嘅幫助呢，考古人員亦都能夠模擬到地下嘅壯觀景象。喺黃土之下有一隊獨立嘅老兵部隊，前排嘅士兵喺度射擊嘅時候，後排嘅呢就會跪低準備好，咁一起一伏，互相去配合。呢啲呢好明顯係秦國老兵作戰嘅模式嚟㗎。喺秦軍之後將近嘅2000年，歐洲人先至用緊同一類型嘅方法去組織火槍手。咁睇嚟，呢種經典嘅連續射擊方式，好可能就係秦軍所開創㗎啦。喺秦趙兩國嘅長平之戰裏面，趙軍首先遇到嘅就係秦國老兵。呢種密集式萬弩齊發嘅情況，令到趙軍傷亡慘重。由1974年發現兵馬俑以嚟，考古工作就一直未停過。喺呢支矛附近，考古人員發現咗一條6.3米長嘅矛柄痕跡，咁加埋矛頭啦，一支完整嘅長矛就有接近7米嘅長度。呢種長度嘅刺殺兵器要攞住嚟攻擊敵人呢，係相當之吃力㗎。咁秦軍又係點樣用嚟作戰嘅呢？如果就咁用嚟單對單作戰嘅話呢，7米嘅長矛根本就冇辦法自由格鬥。咁但係喺古代希臘呢，亞歷山大嘅軍隊就曾經以7.2米嘅長矛而出晒名㗎啦。由長矛組成嘅戰陣曾經令佢哋戰無不勝。專家推測喺秦步兵裏面應該有類似嘅長矛戰陣嘅，就係咧用長矛集體嘅攻擊力去進攻。而無論發生咩事啊，士兵都要攞住長矛向前推進。前排若果失守嘅話呢，後排就要立即去補上，保持住個戰陣唔變。可以想象到啊，為咗將幾千人甚至幾萬人變成一個銅牆鐵壁嘅戰陣呢，每一個士兵
都一定要經過嚴格嘅訓練先可以做到嘅。由武器同埋作戰嘅模式嚟睇，長矛手係殺傷力最大嘅步兵兵種。另外，考古人員喺兵馬俑坑又發現咗其他兩種長矛刺殺嘅兵器，一種係戟，佢嘅長度係2.8米左右。戟呢，實際上係喺戈嘅前邊加裝咗矛頭，咁可以用嚟劈殺或者係直接刺殺對方嘅。同長矛手唔同嘅就係揸住戟嘅士兵呢，可以單對單格鬥。對於佢哋嚟講，掌握住自由搏擊嘅技巧同埋發揮個人才華係最關鍵嘅啦。考古人員發現嘅第3種長柄兵器叫做皮，佢嘅外形就好似插喺長桿上面嘅短劍一樣，長度呢係介乎於戟同埋長矛之間，即係呢3.5米左右。攞住皮嘅士兵好可能亦都係靠住某種嘅隊形去追擊對手嘅。由唔同嘅殺傷距離嚟睇呢，長矛、皮同埋戟嘅長短之間，似乎呢一方面係專業分工，另一方面呢又有互相保護嘅聯繫噃。咁但係啊，喺呢啲兵器之間究竟係點樣互相配合使用呢？喺今日已經好難去了解㗎啦。而且兵馬俑坑曾經被人盜竊毀壞，士兵手上嘅兵器大部分呢都已經遺失晒，僅存嘅一啲兵器亦都散落喺黃土度。原來散落嘅位置亦都好難去判斷，但係喺兵馬俑坑裏面，軍事專家仍然發現到一種配合作戰嘅模式㗎。喺輕裝備嘅老兵裏面，呢個着住鎧甲嘅士兵，佢嘅手上攞住嘅係一啲類似長矛嘅刺殺兵器，而喺射擊部隊裏面有呢類長矛手，主要呢係為咗保護射擊手，避免佢哋受到敵人嘅傷害。由呢啲細節嚟睇，巡步兵嘅作戰方式好可能已經相當有規模同埋專業化。根據兵馬俑嘅佈局嚟推測，2000幾年前嘅長平之戰，趙軍首先面對嘅係秦老兵，跟住呢就係秦步兵嘅追擊。司馬遷喺《史記》裏面記載過，當兩軍初次交鋒嘅時候，趙軍損失慘重。知道秦軍厲害嘅趙軍統帥廉頗立即改變策略，全線撤退。趙軍之後更加憑住有利嘅地形築起堡壘去防守。由於秦軍久攻不下，又遠離國土，戰局反而開始對秦軍不利。史記裏面呢亦都寫到，為咗打破僵局，秦人呢於是利用反間計，令到趙王上當。趙王改咗用年輕嘅趙括去代替老將帥廉頗。趙括到咗前線之後，立即改變部署，向秦軍主動進攻。而秦王亦都秘密換上戰國時期最傑出嘅軍事人才白起去做秦軍嘅總指揮。當趙軍大舉進攻嘅時候，白起認為贏對手嘅機會已經嚟啦。經過周密嘅計算同埋思考啦，白起決定將秦軍嘅主力開始喺長平東南嘅有利地勢上面築起堡壘，而同趙軍作戰嘅部隊就依照白起嘅命令假裝撤退。趙括果然上當，率領趙軍主力離開大本營，進入咗秦軍嘅陷阱。到咗夜晚，兩隊背負住特別任務嘅秦軍偷偷地離開咗軍營。其中一隊25000人就負責截斷趙括嘅後路，另外一隊5000人騎兵就直接去到趙軍嘅大本營。呢個係一個相當冒險嘅決定嚟㗎。兩隊秦軍一係就全軍覆沒，一係就會徹底扭轉當時嘅形勢。軍事專家對呢兩支秦國軍隊一直了解唔深嘅。
25,000個秦國嘅騎兵呢，佢哋屬於邊個兵種呢？咁另外5,000個秦國嘅騎兵，佢哋用咩方法去打仗呢？一切都冇確實嘅資料。但係我哋可以肯定就係話呢，秦國當時呢係有唔同嘅兵種去應付唔同嘅戰役㗎。以而家嘅眼光去睇呢，係一個相當專業化嘅軍隊，可以想像到㗎啦。面對咁強大嘅對手啊，趙國被滅國嘅命運幾乎可以肯定。